阿嬌，你今天日戴這個耳筒好犀利啊！你給我們介紹一下呀？大家看一下，我眼淚都要笑出來了。丁胖子這個粵語真的好粵語啊，他是帶着川普的粵語啊。大家好，我係阿嬌，好耐唔見啊。因為我本身我個粵語都唔好，但係佢個粵語真係唔照翻搞粵語，唔係粵語噶啊。跟住咧，我都係用埋我唔專業嘅粵語同大家介紹下我葡萄啊，重新嚟咗好多呢個耳機。你睇下呢啲咧，我依家出賣咧都係有牌子噶啊，都係大牌子哦。呢啲耳機咧都好犀利噶啊！有咩犀利咧？第一款同大家介紹一下呢部呢個咧，就係專門同埋揸車嘅朋友啊，男士啊，都係用埋呢隻呢個耳機啊。有咩好處咧？最主要咧，呢個耳機收音之好，對方聽埋講電話嗰時候，對方啊聽住都好清晰，呢個好重要噶。仲有咧，呢個位咧可以調噶，往上邊調啊，下邊調。呢個左邊耳機啦，右邊耳機都可以帶到。最主要就係收音好好。呢個耳機咧，也可以時間又好長噶。呢個打電話可以打埋15個鐘頭啊，即係帶住可以帶埋15個鐘頭。太犀利啦吧！係，仲有咧，如果咧，充電咧都係2個鐘就可以充到。打電話，因為揸車嘅朋友咧都係覺得，時間咧好難過噶嘛，但係都係同朋友啊打下電話啊都 OK 噶。所以呢部機咧都好推薦，可以打埋電話15個鐘頭，一直打電話都可以打埋15個鐘頭。所以大家可以嚟睇睇，呢個樣咧亦幾好睇，最主要收音好。呢個可以調翻噶，仲有呢個係如意絲，所以呢個咧收音幾好，控噪也幾好噶。左邊大右邊大，呢個可以調翻噶，咁樣左邊咯，同翻右邊咯，可以轉噶。左邊右邊都 OK 噶。呢個顏色啊亦幾好睇噶，戴住都好炫酷，係咪？係啊，好犀利啊！所以咧呢個都推薦俾大家呢部機。阿嬌，有唔有而家捆狗呢時候戴啲耳機啊？好啦，丁胖子你唔識講啦，好嘛？你聽咗我好辛苦啊，真係噶。呢個咧同大家介紹一個可以睡眠耳機，因為咧之前我哋葡萄都要買咗一款睡眠耳機咧。戴住但係都好舒服，但係音色咧我覺得係麻麻，但係依家出咗一個好專業嘅睡眠耳機，睇睇，咁細部噶，好細部嘅耳機哦，你睇睇，呢個要呢個係咁，我都試戴過呢種咧，呢個頭咧戴住咧好軟，戴住咧都幾舒服噶，大家睇睇，戴住都幾好。睇下呢個戴住咧都戴住好實噶，最主要咧瞓覺咧都唔會計翻唔舒服噶。最主要咧係功能都呢個功能咧係咁樣噶，你睇下。係咁樣啊？呢度咧可以添埋呢個音樂咯，同埋打電話呀 OK 噶。最主要咧呢個咧有一個可以調翻呢個控噪啊，同埋通透啦。最主要呢度。有一個睡眠模式，睡眠模式係咩意思咧？可以自己唔需要連翻手機，但係佢自己有啲音樂啊，都係輕音樂啊，助眠就可以幫助你睡眠。所以咧呢個耳機咧真係就係專業的睡眠耳機。我啱啱都有試過啊，呢個聽埋音樂啊，哇呢個 bass 好靚噶，高音同埋低音。同埋咧呢個控噪啊，同埋通透啊，控噪真係外邊一啲啲聲都聽唔到噶，真係咁犀利噶。所以咧大家可以嚟葡萄試下啦。我覺得依家呢部耳機真係好舒服，戴住嘢舒服，最主要聲幾好。
我刚刚也试了一下，我試的時候好像你罵我，我也聽不到。仲有咧，呢個有3個顏色俾大家選擇，有呢個白色、黑色同埋呢個橙色，最主要好細細部，係咪好 Q 啊 ？Q 係啊，非常的 Q。大家可以嚟睇睇啊！呢個係一個咧，可以同大家介紹呢個耳機。之前咧好多朋友都應該都有買過呢個耳機，但係我哋咧為咩推賣呢個耳機咧？因為呢個耳機我哋都試過，音色好好。Q 哥，要不要我來介紹一下我的感受？哦，你話啦，你用普通話好嗎？真係聽咗好難受啊！好啊，我穿插一點點粵語啊。這款耳機呢，環繞音、高音、低音都非常非常 OK， 我只能這樣說啦。所以咧，大家如果中意啊，對呢個耳機有要求噶，可以選買呢部機。呢個真係音色啊，環繞音同埋呢個 bass 啊，高音同埋低音都好靚噶，就係呢部機。所以咧，一般咧試埋呢個耳機之後咧，就係聽翻其他嘅耳機都覺得唔得啦。所以大家可以嚟試下。呢個有2個顏色，黑色同埋白色。啊，呢2個就係呢2個顏色。所以咧，大家咧可以嚟鋪頭試下。呢個樣都幾靚。哇！真的很亮，哎，拿反了，不好意思，看看，真的很亮，做工啊。最主要呢種咧假耳式的戴住好舒服，跑步啊同埋運動啊都唔會跌噶。丁胖子咧都話要幫大家試下呢個真係跑步啊會唔會跌咗？丁胖子跳起來，預備開始，嘿嘿嘿嘿嘿嘿嘿。1、2、3、4、5樓起吧，它都是不會掉啊！你看一看吶，它就是不會掉啊！好，我給大家試過了，絕對不會掉，相信丁胖子。所以說，丁胖子還是那句話，丁胖子給你們推薦的東西，一定是丁胖子試過的，一定是丁胖子親自測過的，不會說跟你說不會掉，是真的不會掉。你看，看到沒有？真的不會掉。啊，丁胖子，你跳跳就會變瘦的。我瘦了就不叫丁胖子了啊，瘦了就不叫丁胖子了。下一個咧，之前咧有啲朋友咧找翻呢個聯想嘅耳機，聯想嘅耳機咧都係有噶，我哋都係有，價錢咧都好平噶，呢個可以同埋大家做埋80蚊一個，但係送人啦，因為有 logo 嘛，有牌子啊，大牌子聯想噶，有牌子噶都。幾好睇，音色咧大家可以嚟試下，我覺得咧 OK，呢個價錢咧，同埋呢個音色都 OK 噶，所以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咧，也可以嚟我鋪頭買噶。呢個咧有黑色、白色同埋紫色3個顏色，中意嘅朋友都可以嚟我鋪頭睇睇啦。OK 啦 ，OK， 今日嘅耳機就同大家介紹到呢度。如果大家有咩鍾意，可以嚟我鋪頭睇睇。之前呢，我就要多說一啲啲。之前呢，有朋友嚟鋪頭都話，為咩找唔到丁胖子呀？丁胖子唔怕，有時咧，丁胖子唔喺呢度咧，我喺呢度一樣噶。有咩問題我都可以同大家解決。OK， 歡迎大家來我的鋪頭啊！好，那我們還是把我們的口號喊起來啊！怕上當，華強北找丁胖，丁胖和阿嬌。每天風雨無阻，經濟大廈 B15等你大駕光臨，拜拜。